咪係啦，攞個咪，我幫你開啊！你個咪開咗，你咪開咗，係啦。大家好啊，未有聲啦，有啦。大家好，多謝主賜福俾大家。主內平安，我係玉芳。咁好感謝神啦，賜俾我有機會呢，就去到歐洲度短宣嘅。咁透過祈禱呢，我就接受咗一位印尼嘅牧師嘅邀請，就決定買飛機票去啦。咁喺同一時間呢，喺印尼教會嘅一位姊妹呢，佢竟然喺未曾知道我決定要去嘅情況底下，佢就有感動支付呢多過我全程短宣嘅費用。多謝主。咁我經歷到呢，神呢賜俾我嗰個恩惠同埋平安啦。因為呢，我就係而家就係70歲有多㗎啦。咁啊啱啱呢，就喺9月呢，今年嘅9月就退咗休嘅，所以我好驚訝主嗰個作為嘅嚇。咁我哋去咗呢，就係法國啦、荷蘭啦、西班牙當地嘅教會嚟到服侍嘅，為到嗰個地方祈禱啦，為到牧師講道同埋教會聚會嘅人祈禱啦。咁我哋受到呢好熱情嘅款待，喺基督裏面呢，好似一家人咁親切嘅。咁我哋喺彼此交流當中呢，得知道呢當地嗰啲人呢對信仰都係冷淡嘅。咁尤其是係荷蘭啦，佢已經制定咗呢同性戀合法化啦，人嘅心呢放縱嗰個自由就更加緊要啦。咁喺呢一度呢，俾我想起一段聖經啦，就係提摩太前書2章1至2節。佢話：所以我勸你，首先要為人人祈求、禱告、代求、感謝，為君王和一切呢在位的也要如此，使我哋呢能夠敬虔端正地過平穩寧靜嘅生活。讚美主，俾我體會到呢要不斷嘅禱告嘅，要高舉耶穌基督嘅名，宣告人嘅心呢要柔軟落嚟，要得釋放，接受神嘅救恩，咁將一切榮耀歸翻俾主。弟兄姊妹們早晨，我係 Cecilia Wong。咁咧因8月份咧我係嗰位相熟嘅印尼牧師咧，其實邀請我哋去歐洲同行代禱啦。咁我哋都係經過禱告確定咁去嘅。咁啊好感恩咧教會咧Elton 牧師咧同全教會嘅禱告祝福。咁當牧師講到咧福音係由歐洲傳到香港。今日我哋去呢，係要祝福歐洲。當時我嘅心好感動，有了禱告嘅方向。首站呢，我哋呢探訪了呢法國唯一一間嘅年青人嘅華人教會。除教會外呢，我哋參加咗早禱會啦，同埋療養院去探咗一位植物人嘅。咁啊，第2站我哋去咗荷蘭阿美爾呢，探訪讚美堂教會嘅，同埋一個城市叫蒂保爾嘅，就去咗一位牧師嘅屋企裏面呢團契。最後一站呢，就係喺西班牙嘅南部，參加咗一個呢4天嘅宣教士退休營。牧師呢，其實呢印尼嘅牧師全程講咗10場道。咁我哋今個行程呢，我哋除咗喺教會聽道之外呢，時間都係呢喺住嘅地方敬拜禱告。為當地嘅城市國家認罪悔改禱告，為教會嘅復興靈魂得救禱告。我哋有禁食禱告。喺法國呢，睇見教堂呢好空置，信仰冷漠，但同時我哋睇到呢一群年青華人呢被神興起，忠心咁渴慕跟隨耶穌。荷蘭呢已經允許少年人都要可以變性嘅嗰啲敗壞墮落，但同時呢，我又看見牧師嗰2位女兒，新一代年青人敬拜侍奉跟隨耶穌嘅嗰種嘅喜樂嘅生命。喺西班牙嘅退休營，聽見咗好多宣教士侍奉上嘅困難，但佢哋呢仍然都係忠心侍奉主。最奇妙呢，喺今次嘅大會嘅主題呢，係交棒恩膏下一代嘅年青人。我好感恩呢，神喺 AA 教會都同時做緊神做緊同時嘅工，都係傳承興起新嘅一代。
神恩待我哋，最後有機會咧，我哋喺倫敦玩啦。主要讓我哋又見到8位咧由美國而嚟嘅年輕宣教士喺白金漢宮嗰度咧個公園報道。咁亦都讓我哋有機會隨即加入咗個禱告代求。感謝主咧，喺最後嘅一日，我哋有機會又向酒店嘅老闆娘傳福音，見證主耶穌。旅程中呢，又有好多事情嘅發生，亦都睇到屬靈爭戰嘅真實。但係咧，主咧真係完全掌權，讓我哋咧睇到佢嘅作為，同埋好感恩呢，主聖靈教導我哋點去祈禱，點去面對。好奇妙呢，我哋真係每一日經歷到主嘅大能大力。人生咧真係冇試過，即係一個咁美好嘅旅程嘅經歷，就好似夢一樣，但係好真實，非常感恩。感謝耶穌基督，願榮耀頌讚歸翻俾主耶穌。